點樣做磅蛋糕會更加好食？今日用咗呢個新方法，麵粉黃油混合法。發覺佢呢個方法呢有幾個好處，除咗快、成功率高之外呢，原來做咗出嚟嘅組織好細膩、柔軟、濕潤度好好，比我之前用糖油拌合法嘅海鹽磅蛋糕呢更加好。所以喺呢度同你哋一齊分享，我同樣都係做返海鹽磅蛋糕，麵粉黃油混合法。將粉、黃油、糖打勻咗之後，加入些少岩鹽，室溫雞蛋發勻，分3至4次加入。因為我而家都係做緊一個檸檬磅蛋糕嘅食譜，所以會加檸檬皮同埋檸檬汁。天熱嘅時間食特別清新。加入1個檸檬皮，呢個檸檬皮嘅淨重大概係6克多啲。然後就加5克嘅砂糖拌勻，咁最拉尾剩返少少蛋液，都係呢個時候一齊落。之後分3至4次加入過咗篩嘅檸檬汁，混合咗先至加下一次。打均勻，可以入模。烤箱要預先半小時之前預熱，將麵糊兩端整高啲，中間係低一啲，放入烤箱200度上下火10分鐘，跟住就係170度18分鐘至25分鐘。如果個蛋糕面唔係好香，可以放高一層，又或者將尾後嘅10分鐘提高個度數。焗咗出嚟嘅蛋糕會係有一個小山丘嘅狀態，稍微凍咗之後可以切蛋糕，可以見到蛋糕嘅紋理比較細緻。試咗幾啖，好好食，蛋糕邊好香脆。如果你都冇試用過呢個方法，我都建議你可以試一試。呢個整咗出嚟嘅蛋糕都頗為高嘅，7.5 cm 高，比起糖油拌合法呢高咗少少。而家個尾段嗰個呢，就我先前用糖油拌合法做嘅海鹽檸檬磅蛋糕。下面嘅內文亦都有條超連結。我係 Kitty，下次再見。